继续来看，南投有一个赖小姐，因为爱照顾囡仔，无方便来出门，就透过外送的平台来叫这个咸酥鸡。就伫这个外送人员伫要到位的时阵，这个赖小姐透过监视器，竟然拄好看到这个外送员在偷食伊所订的咸酥鸡。这赖小姐规个人拢硬气，伊所订的这个咸酥鸡，伊嘛完全唔敢搁食咯。 半暝在点外送人员甲人客订咸酥鸡送到门外口，门口伊拍开袋啊，偷食内底咸酥鸡。就是刚好就看到他在偷吃，超不应该，我觉得很没有道德。监视器清楚翕到外送人员用切仔插咸酥鸡食几啊嘴，尾仔才甲餐点交予赖小姐。开200外块订咸酥鸡，赖小姐完全唔敢食，气甲甲监视器画面抛起咧网络。他这样也是害到这个行业的很多外送人员。 就是有点卫生安全问题，又是不好的行为，这样。别个外送人员看到这段画面，随出了这个偷食的外送人员，爱向店家回息嘞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下次不要再偷。老板娘就说她叫她老公送那个产品过来给我，老板说不用，他还是送来。 外送平台讲，调查若是有影，会检查外送人员送餐的情形，上严重会甲因洗头路。